关心公投案，12月18，这个4大公投时间愈来愈晚。为了证明大潭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袂去影响到左大的生态影响，总统出来问，今日去到桃园的左大，就是海草大现场去巡视，强调讲这个3接外塞期的概念，强调无去伫这左大顶塞甲正远出去。以台北市区来做一个比论，也就是讲台北车头到中正纪念堂的距离，减少生态影响。这个左大确实是永远的保存，请大家支持双赢的政策。总统蔡文透早就到桃园去看2位海草大，还有大潭电厂，伊希望社会大众了解海草大的保育。要工程目前的进度，关心藻礁已经永存，3阶没有盖在藻礁上，工程已经盖了1/3。马政府时代规划的232公顷，缩小9成，变成只剩下23公顷，也是持续蒸汽减煤、降空污的关键所在。包括桃园市长郑文灿、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嘛拢有到。了外界知影讲，政府真重视这海草大，除了工程以外，还有设直播镜头，互民众做看这海草大的成长。镜头，那么可以24小时直播，给大家看藻礁。8年前还未做总统时，蔡英文就捌来过，这摆佫特别来关心这海草大。离开了关心藻礁区域，总统蔡英文第2站呢来到了大潭藻礁区现场呢，可以看到中有3阶工程已经在进行中。总统行程为透早7点半就开始啊，继续为年底公投拍拼。